查某人爱水呀，查某人爱水会挂鱼钩，挂鱼钩。查某人爱水呀，查某人爱水会做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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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面。做面。这边查某人爱水呀，查某人爱水下抹口红，特别适读做口红。袂当抹口红， NG 啦，NG，你无就 NG，无就写，无就讲口红。口红哦，对，老师，咱普通是讲点点 NG， NG 哎，抹粉点 NG，哦哇，混点 NG。了解，口红，无就 NG 哈。好，口红。好来哦，来对，查某人爱水呀，查某人爱水会向穿管大下，查某人爱水呀，查某人爱水会赤白白，恰吧，赤白白就是抹眉白嘿纹眉。阮妹，赤阮妹是秀白，古早时的是用绣的，即摆的是用恰，嘿安尼，噔噔噔，用尖啦，用尖啦，就是用尖，用尖。意思是你有做过哦？我有啊。你应该是你应该去减肥吧？特线呢，我减你，你都袂来了，伊嘛在这个超过三个，超过三个查某人，你就更麻烦的啦。朋友啊，歹势哦。我这点仔确定者，老师，恰白秀白，普通是讲咱讲赤灵赤红头碰过讲的，啊，咱赤秀伊才算一个讲伊的词啦，所以赤秀拢差不多，所以讲就讲赤白白、秀白白，啊讲赤喙唇吼、秀喙唇，其实拢会使啦。拢会使。哎，拢会使。好来哦，查某人爱水呀，查某人爱水会减肥。是啊，我自我15岁开始，就一直规路减肥，减到今嘛30，你几岁啊？从来捌食饱过啊！大家腰瘦，哎，等下录了，我甲你问方法啦。对啦对啦，你讲，就腰的啦。就得爱水唔惊艰苦，爱水唔惊流鼻水。查某人安尼为着要减肥，你是几公上肥偌几公斤啊？上肥的时阵，就是有生的时阵。迄袂使算啦，上肥的时阵52公斤。 52就算肥啊，多先啦。我从来唔捌52过，你52就算肥，你叫迄啱老师是要安怎啦？两个啊，你两支卡就52啊！就这啦，就这样哦。好来，卡落去哦。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收指甲，水，对。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向去电头门。电头门。查某人爱水啊，对。查某人爱水会挂假目正门。水，走，嘿，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入身，什么啊？入身，去角质，哦，是迄个叫鹿仙，对就祖先歹个。正讲台语哩吼，如这里较歹写淡薄啊吼。啊，先是铁啊顶头无的尾啊生出来，所以铁啊是金属对不对？啊，生出来这个仙，啊，身躯无洗，专仙，全仙，水晶仙，对，因为这是金属铁啊顶头生出来铁仙啊，生出来这种意思吼。老师，所以我讲入身与去角质，安尼敢对？对啊，哎，碰哥，你对我来后壁一个好不好？恁高中有话跟我讲。这教我无比赛。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抹粉，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穿管大下，讲过啊，我这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挂手指，我这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向去买皮包，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擦指甲。水，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爱挽面，水，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创喙齿，啥？会创喙齿啊，冲水机，你什么叫冲水机？矫正牙齿，矫正还哪？
创喙齿，阮大家拢安尼教我伊要去创喙一齿，头一背啦，拢创喙齿，阮大家拢讲我伊要去创喙齿，创出来就水的。是无唔对啦，我要安怎讲？我矫正，你对人啊？矫正是啥物件？矫正牙齿，矫正啊，讲矫正牙你若要硬要讲来讲矫正，矫正牙齿，不是那是个牙齿。牙齿是啥物件？创喙齿老师那是就像咱讲吼，你唔通甲我创空，咱容易创。哎，所以这创喙齿老伙拢，即马嘛人讲创喙齿啊。哦，啊这少年啊，伊迄老爸甲伊讲的啊，伊是甲因打官学的啊。老爸甲伊讲，阿祖，无你去问祖先。没，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穿底裙，袂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剃毛。伊就讲莫入错啊。哦，我叫今日比别位的，你叫你讲用口的敢唔好？剃毛，可是要口也要剃。会当入先，嘛当入摸。哎，路毛听起来较粗呢。查某人爱水啊，查某人爱水会捏头伤，查某人爱水啊。查某人爱水会去拢撸。啊，娘喂！我知你要讲啥啦？迄要安怎讲？迄要安怎用啊？要哪用？我医生呀！啊！爱像迄形状安尼。迄要安怎讲？较早无这人啊，较早的人无。创形康，整个年龄拢会使啦，毋过这个事吼，你无啦？对啊，你要牛年牛龄还拢会使，所以你免加龄拢会使啦。这新的技术咱嘛是爱接受啊。对啊。对。咱两个毋捌做过，不过因有经验啊，所以咱来听因的啊。你等下叫这个查某甲你提，我唔知哦。你管。老师，我查某人爱水啊！查某人爱水会去做片啊？哦，你也对啊，你也对啊。我是真的，你看，我是真的好不好？哎呦，规拢真的。我唔真的。哎呦，你安尼，没你安尼，没你安尼。咱若碰过，免用着，伊就有啊。碰就是后来跟你哦，好歹去的。后来跟你哦。我甲你学，我食怕什么？我甲你学吐炭，我都有金啊！我来检查看片啊，真正假？哎，免检查一定真的啦真的啊。若是假的，佫做甲呢？真数咯，免开啊！我打电话互阮爸爸妈妈好啦。祖先啊！人工我再用个细空的，歹势。